地支線，本班車將由九龍灣開往大埔中心，中途將有廣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車，祝各位旅途愉快。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Kowloon Motorbus Company,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on board our route number 74E to Taipei Central. Further announcements will be made as we approach various midway bus stops. It is our pleasure to have you on board, and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各位乘客，欢迎乘坐九龙巴士公司74第一线。本班车将由九龙湾开往大埔中心，中途将有廣播提示各位乘客下車，祝各位旅途愉快。Bus interchange. House. 好，咁你啊，車站翻咗紅鶴樓。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請緊握扶手。本班車為17線，開往佛教學那金中學。
搶人。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請緊握扶手。係知蓮淨苑。The next stop is Shilin Nunnery。下一站是智莲镇站。復活節長假期間，九巴全面加強接駁高鐵站服務，路線不延異，由觀塘直達高鐵站，最密12至15分鐘一班；路線W3由上水、大埔、沙田直達高鐵站，最密20分鐘一班；路線W3以延長服務時間。星期六及假日往高鐵站尾班車延長至晚上8點。3月28日至4月7日期間，路線W4來往西九文化區及高鐵站，更會每天提供服務。西九文化區或參觀香港故宮館同樣方便。另外，九巴亦有超過30條路線，各區直達佐敦同高鐵站，先鋒轉高鐵，九巴接駁最方便。
是钻石商站。為免影響車長及其他乘客使用手提電話或流動裝置時，請調校至靜音模式，保持車廂環境寧靜。多謝合作。Please consider the bus captain and other passengers. Please set to silent mode when using your mobile phone or device to maintain a quiet environment in the compartment. Thank you. 为免影响车长及其他乘客，使用手机电话或流动装置时，请调校至静音模式，保持车厢环境宁静。谢谢合作。
因為瞓過嚟啊，我上次試過瞓過嚟。係啊，咁放多就行翻轉頭點解瞓過啦？跟住我有一排你跟住開嘢瞓多個人，我點知教佢？可以教佢落車站。有時嗰行開嘢睇嘅。希望交到錢。其實小巴都好鬼多，60幾，我覺得60幾，小巴係啊。其實正路啊，小巴同巴士一樣都係沉迷嘅。不過有，我搭巴士有幾成優惠。下一站設有分段收費。我有冇實際下？下一站係廣福好似村。超過1個鐘好似有。係啊。The next stop is Guangzhou 係 Bay。啊，要幾錢？下一站是廣福村。可以1個鐘。由巴聯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合作推動 CFP 同你學世界友善社區計劃啊！希望每個人都用兒童純真心去理解社會上每個人嘅需要啊！一齊帶領小朋友熱火。兩三個字一包，有時係問你對帶3個人，唔係我時間，你又開多價做曬。係啊，我一落有時我喺嗰度一買埋嘢就講到啦先。啱我今次即係去咗香港都講到可能2、3個月，你落買埋嘢行下行到做緊嘅講到啦先，所以咁多環節，我唔使行啊，直頭走，即係一落車就我要買嘢。我覺得點解買嘢？買得買飯買2餸飯先。我問佢咁落機話走啊，有冇服務員？佢都有講翻啦，我而家做咩話冇做乜嘢？我都唔知，又唔知我。
反正我没撞到马路那种。有時你而家好啊，即係你做嗰件事，開始快係跟手，係要係先起個手去玩下先，下個月都有啲課。打機會㗎，出邊打啲嘢。啱啱嗰星期又係我話我話出嚟。我喺大陸，我喺廣州，大陸方面係嘅，仲有個酒精仲可以打。幾秒咯，幾秒有上到屋企。
我諗住我仔同我睇過，而家係拉個仔。啱啱我睇過第一集幾好睇。係，可以。係仔。我諗住一心水，乜嘢，但係都冇時間，太攰啦。廣福道。The next stop is Quanfoot Road. 下一站是廣福道。可以啊。路線72X 已經延長至富蝶村，乘客可優惠轉乘路線72X 往仲雅苑同富蝶村。
嚟嘅。粥炒有啲食。我就喺深圳，依家有多乜嘢嘅？又係小菜咯。上次嗌咗個飯，有個麵包，有個雪糕麵包，你哋都呢個好耐㗎啦，我深圳好多年。而家上埋市啦，好早期喎，最早期東部。下一站係廣福道電車站寶康橋。The next stop is Quanfoot Road Bus Interchange, Houghton Bridge. 下一站是广福道转车站宝江桥。牛肉火鍋食8盒嘅，不過我都少食，我又。大埔九巴服務又再升級，坐九巴喺區內轉一程往返市區，兩程只需要俾高啲一程價錢。而家搭緊嘅路線喺廣福道轉車去富蝶、富善、大埔中心、富亨、沙門仔、大美督，平啲嗰程免費，真係唔止咁方便，仲更慳錢添。下一站係安強道。The next stop is Anchong Road. 下一站是安祥路。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請緊握扶手。
next stop is Taipei Central Bus Terminus. 下一站是大浦中心总站。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請緊握扶手。各位乘客，本班車已經到達大埔中心，請各位乘客落車。多謝乘搭74B 線。We have now arrived at Taipei Central. All passengers, please alight here.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our route number 74E. 各位乘客，本班車已經到達大埔中心，請各位乘客下車，多謝乘坐74E線。